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利未记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罗马书第16章17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洁与否。犹太人其实是犹太教非常重视圣洁与否这个主题。那个是因为在诫命的当中就已经有所规定了。今天的经文利未记11章第1节到第9节这样记载说，上主命令摩西和亚伦向以色列人颁布下列条例：凡脚蹄分为2半，而且是反刍的动物，你们都可以吃，但是你们不可以吃骆驼、鹳和兔子，要把这些当作不洁的动物，因为它们虽然反刍，可是脚蹄却没有分瓣。猪也不可以吃，要把它当作成不洁净的动物，因为猪虽然脚蹄分瓣，却不反刍。这些动物的肉你们不可以吃，连摸它们的尸体也不可，它们是不洁净的动物。有鳍有鳞的鱼类你们都可以吃。像这一类类似的经文跟今天一样的是记载在申命记14章第3节到21节，以及申命记里面、利未记里面有许多类似的记载。以色列人从他们用的从他们吃的都需要来分别为圣，看看能不能分出圣洁或是不圣洁。他们从在路上爬的、跑的、海里游的都有所分别。圣洁的他们才能够来接触，才能够吃，否则的话就是得罪了上帝。这样的规划以及这个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遵守诫命的事情，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，使得他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规范及影响。如同在耶稣的比喻故事当中，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有2个人物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利未人。他们就是因为非常严格的遵守的这种圣洁的规范，他们就对那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不闻不问，或是视而未见。他们只在问他们碰到这个情形是圣洁与否。当然，基督信仰与圣洁是非常有关系的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4节到第6节，上主看见摩西走近，就从荆棘中来呼叫他们。呼叫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摩西就回答说：“是我在这里。”上帝说：“不要再走近，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是你祖宗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”摩西遮着脸，不敢看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人要以圣洁来亲近上帝，如同摩西一样。
彼得前书第1章第13节到16节这样说道：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谁会危害你们呢？即使为义受苦，也多么有福啊！不要怕人的威胁，也不要惊慌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里的盼望，要随时准备答辩，可是要以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，要有清白的良心，让那一些侮辱你们、对你们作为基督徒的有所表现好品性、妄加毁谤的人，自己觉得惭愧。彼得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圣洁不是一种什么都不接触的那种洁癖式的分别为圣，而是一种生命实践的信仰生活，以及实践的圣洁生命的展现。当然，这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保罗他也是这样的教导罗马教会的基督徒。他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劝告你们，要防备那些制造分裂、动摇别人信心、背弃你们所受的教导的人，要远离他们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是在侍奉我们的主耶稣，而是在满足自己的肚子。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老实人的心。大家都晓得你们对福音的信从，因此我很为你们高兴。我要你们在好事上聪明，在坏事上无知。愿平安的上帝，赐平安的上帝就要摧毁撒旦，使他屈服在你们脚下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。这些制造分裂、动摇人信心、背弃上帝教导的，都不是圣洁的生活。基督徒必须要远离这一些属世的事情，因为这些特质不是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。保罗说，这样的人不是在侍奉主耶稣基督，而是在饱足自己的肚腹。诗篇119篇97到104节，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。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诲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是多么甜美，在我的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那一些邪恶的行为。求主帮助我们圣洁，我们无法自己成圣，而是需要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成圣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实践的圣洁，来见证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